上。专家有地位就是讲咱出来底有5个人。是哩，来到本节目挑战我的题目，过5关拼奖金上侪35000块，你砸登去哦。来介绍咱2队的来宾，阮平常来，阮叫做演员一点赞啦。今日来一定拢是演员啦，是未来好演员，今卖好演员，咱的队长梁体。大家好，我是梁体。是，来今日啦吼，梁体有一个迄落啊。一个证件啦，今嘛好介绍是咱的师弟啦。师弟，来介绍第一位师弟。好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叫做范仲哲，我是家人，是一个演员。是家人。嘿，我的兴趣是 rap。哦，你有演戏无？有，我之前拢是拍故意的八点档。所以讲，不过我听你的，你敢若喊你讲台语吼。不过你也要念迄落台语的 rap， 那是无简单的呢。有准备啦，有准备哦。来，我一定互交代，讲一定要请你表演一个。是，来，你表演一个。好，我试看卖。你拍步啊无？啊是安怎？好，会使。来，同齐哦，来。我是真卡来唔敢输，从家人来到市区，头一摆来全家有智慧，我一定要摕到冠军。真正，而且真好听嘞。对啊，加讲。安尼一定的啦，吼。好，来个杀落去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伟俊。我是迄总。你袂输的。袂输的，中奖。很高矮啦。那你要拍是袂输的。中介啦，中介。是。对啊，我就来参加的。是，这节目。你袂输的时阵，你拢讲华语还是讲咱台语？因为我人客就侪是阿公阿嬷，是就是讲台语该听有。是，欢迎你喏。好，来个三个机。大家好，我是慧萍。慧萍，我即马要咧读册，我是大学生。好，欢迎你哦。来个三个机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姑君。我即马伫咧三立艺能中心上课。是。哦，上课。嘿，师兄，好啊，对少年拍个老。是，无唔对。迄是经验的迄落啊，嘿，爱拍好经验啦。是，好，欢迎你哦。好，来个三个换你这边哦。哦，阮遐，恁这边是演员，阮这边嘛是演员。是。嘿，阮这队叫做水水有人的，欢迎咱队长陈主贤。陈主贤。讲久无看，嘿，真久无看2、3年啊，4年无看，4年无来。而且你即马嘛拢较无迄落啊，8点钟嘛较少啊。嘿，较少啊。是，你无用什么代志？最近我有一个网络的写真书，网络的写信的对啦。写信，最近咧无用这。是。这本来是我17岁的梦想，啊，不过迄个时阵，我甲阮爸爸讲的时阵，伊就讲啊，你是起笑哦。爸爸无认同。伊讲你是起笑，啥都要翕这，我就讲因为想要。甲青春的留落啊，青春的美丽。啊，不过即马33岁啊。啊，个会付。啊，个会付。那无就无人要看。啊，有网络的好看吗？哦，水啊，水当当。哇，身材真好。哦，这无简单啊！维持这种的身材爱很有毅力呢。我有淡薄歹势。别，青春美咱这青春呐。所以想要说，咱就去登录啊。系啊，而且你是网络，对网络。阿姐，伊会歹势。是。无紧，咱会使，这队长会使露一下。露下。balance一下。好啦，写信来讲，我是咱先拜啦。系啊。最近咧 BL 剧内底搁泡温泉，足好诶。慢，迄168的时间已经过啊。啊，今嘛咧？你后边来的时阵，甲我讲我要露嘛，我再168一次啦。足辛苦，即马40几岁，你讲爱减肥，真足痛苦。那真正要甲阮支持者，吼，你就去遮拢有网络拢通下买，是，好，欢迎你呢，队长，好，队长来，换你的队员。大家好，我是郭廷豪，我即摆是三立的演员，新人演员啦。我即摆伫拍《天道》，我的角色是丁国林姐特别助理。加油，咱好啊，甲台语练好就好，免惊，互因烦恼啊。好，欢迎你哦，来个三个字。李许姐啊，宋哥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宇哥，来到这个全家有智慧。是。今日除了唱歌以外吼，因为我最近嘛有咧学贝哩。
嘿，啊，所以我今日嘛有帮这个李书记啊，加这个宋哥有下这个背哩，哎呦，两个人合起来哦，会当互咱这个全家有智慧，会当收视长红。哦，赞！好，欢迎你哦。好，来，我三个字。大家好，我叫柯博全，我是伫三立演艺中心上课，嘛是上课。我遮伫电子公司上班。好，欢迎你哦。来，我三个字。大家好，我叫做沈国雄。即马是那个演员，但是无啥物作品，是。嘿，会记你啊，基础也拍好。对，需要时间无要紧，是，爱有耐心。对，欢迎你哦。嘿，阮用摕捌来过，你捌摕过奖金无？啊，无呢。今日5万，阮搁加5000啊咧，都3万5啊。今日3万5啊，加油啊！好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华侨会的罗公行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公成，台语真心实，接讲恁就会有好成绩。无唔对啦！好，咱即摆今日咱的第一回合无主竞赛开始。4字斗一字，主持人出题目，题目有4个字，逐字拢会当甲中央的答案斗出一个台语词，只要斗出正确的答案，就会当得到分数。上尾啊，分数上悬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4字斗一字。哎，大家做伙提，紧嘞。嘿，啊，啥那4字斗一字？哦，我举一个例吼，比如讲，什么悬、什么面、什么摆、什么诗，中间头一字拢是同一字。啊，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来开始写，写完就紧嘞试。好，知影答案就紧试哦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，来，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手、什么路、什么凳、什么杠嘞？哦，手、路、凳、杠哦，中到底什么字嘞？来，咱请手答，紧嘞写。开始写。紧嘞写，写完紧嘞试。讨论。哦，来，阮这边演员一定赞的哦。就是这呢。真的吗？那是 A，那是 A，无赶快。A 咯。哦，来紧嘞哦，是拍三，电动，下路哦。对 A 咯，顶楼卖行 A 咯。A 咯，是来哦。来，后一个 A 凳。A 凳。会使讲，想到会使讲啊。 A 凳，好来，阿杠嘞 A 杠。我去高雄 A 杠，哦，大家都 A 杠。好，各用 A 杠，是不是？好来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啊，有的所在讲袂通啦吼。啊，是有的所在讲袂通。好来，啊那换咱这边呢？中手一粒字。哦，中手一粒字，中手记来，好，过来。好来，中路。我伊是头一字，哦，头一字啊，什么路？中路。什么路？中路足危险的，莫徛伫中。哦，中路足危险的。足危险哦。来，哦，咱等下了解中路到底是倒位哦。好来，中凳。中凳，有啥物中凳这个物件吗？我冇听过。我会只食饱，要来食中顿啊。啊，你咁明诶？中凳哦，啊你嘛是合理的哦。来，但是意思我都唔知啊。好来，上尾一个中港是毋是一个所在？大中就中港。中港路。哦，我伫中港路食面。哦，啊你嘛是袂歹哦。唔过来，咱来问老师，因为安尼念的意思到底对还是唔对？来，老师。嘛是共款嘛，这个无好。是，哎，不过咱这就无可能过落啊流程啊，一人干那一摆机会哦，不要紧，可能大家理解拢啊讲，啊袂无啥理解哦，咱听老师来解说哦，吼，来老师。哦，这个爱讲正，哦，正确的正啦吼，啊，咱来也当两个正，啊，你看若正落四个拢倒开，正手吼，咱一个人有两只手，啊，一般多数人是用正手来写字，是，过来。咱爱行正路，唔通行歹路。哦，一定要行正路，事业才会成功。你若行歹路，可能休经济来关。是。过来正港，咱过去吼，这个物件是真的，唔是假的。咱讲这是正港。啊，这个原因是因为过去咱物件要进口，爱对一寡港口入来，像咱过去台湾是伫安平港，还是咱的淡水港才会使入来，其他所在袂使入来。
啊，对这两讲起来，咱讲这是正工会。正工会。本来正顿，咱一工食3顿，早顿、中昼顿、暗顿，这叫做正顿。啊，其他时阵食的就是四修啊，还是讲点心。所以咱一工有3个正顿。是。啊，这个正就是拢讲的。头你会讲，像我都讲，啊，你讲下手，咱下面无咧讲下手啦，下手你可能若讲拍排球讲。关手、下手，但是咱口语普通无咧讲啦吼。啊，尤其咧下路是完全讲袂通的啦。下路。哦，啊，你若中嘛是共款，是寡问题。你中长、中港，拢唔是真正有台语这事。啊，像讲中路嘛是讲袂通。是。啊，中手嘛怪怪。所以中比下搁较害，因为下对这有几哪个讲的，等我下顿讲。顶顿食了，唔知下顿伫倒位，安尼佫讲会通啦吼。啊，但是有的所在讲袂通，我下路就讲袂通嘛吼。是。啊，你中讲会通的佫较少，所以因两个拢无真理想。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我甲讲啊，上清楚哦，台语的哦，台语的迄落啊，唔是华语的哦，袂当是翻的哦。好，不要紧，咱做者参考尔嘛。加油加油！好，正式的要开始啊哦。拢是头一字哦。好，来，手放在另个顶面哦，会记听我讲车手答了，写完10次哦。紧的试哦，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树、什么情、什么树、什么切的？哦，树、情、树、切，中到底是什么字咧？来，咱请出答。会记得哦，来。来。人的咧，心啥话？心书。我今仔日就有心书。哦，就有心书。袂歹。来，我的心情足好诶，心情足好诶，来，我的心树倒咧挂，我的心树倒咧挂，哎呦，哦，来，心切，我做切心呢，切心，你是头一字，心爱伫头前，心爱伫头前，心切。无紧，无咱让老师看卖。嘿，心哦，我问老师一个哦，来，老师心会当无？啊，有两个讲袂通的啦。哦，心书、心情会使，但是心唱甲心切是讲袂通的。是，好，不要紧，咱演完这边来，恁的字是亲，好来，做句梅兰波，啊。错成这段情书。哦，明白。情书啦，好来，搁啥来去？美术字啊，叫清澈。哦，就清澈嘞，是。好来，过来。美术字啊，亲像我妈妈。我亲像伊妈妈啦，是。过来。感情有分亲情甲爱情。哦，有分啊，亲情甲爱情啦。来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哦，这个是正确的。好来，分数先。终于得了1分咯。来，咱听老师解说是安怎，恁袂当安尼想吼。来，老师。好，你看啊，伊这4字就拢讲会通啦吼。是。亲属伊拄仔讲的，这个梅兰婆啊是去甲人讲亲属的啦吼。那讲的成因就会当结婚嘛吼。是。啊，过来，迄个亲像，讲这甲什么足亲像的，讲足共款的。足共款。这个亲像迄个，哦，还是讲这人亲像阮阿伯。哦，就看起来足成的。是。过来亲切就讲对人足好的，哦，这人真亲切。哦，即摆若要做生意的人，拢爱足亲切的。是。啊，后面这个吼，因都要讲亲情，这亲情是一种念法，讲爸仔囝这是一种亲情吼，母仔囝吼，还是讲兄弟姊妹啊，这拢有亲情的咧。但这个另外一个念法叫做亲情。亲情。哎，讲伊是我的亲情，所以这个情嘛会使念做情。哦，啊，咱一般来讲，若是安尼，咱讲亲情、亲情是拢会使讲。是。啊，亲情就是另外一个意思，是讲。哦，伊是我的表兄弟，所以阮是亲情。安尼，咱这个事是两种讲法，两种意思。好，谢谢老师，安尼了解啊哦。好，来，七宝花，哎，来，咱要过来后一个哦，咱速度要紧哦，害羞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球、什么粉、什么拖、什么手咧？球、粉、拖、手，中到底什么字咧？来，咱请抢答，今日写哦。哎呦，今日吃哦。先看卖哦。嘿。哦。来哟。这小提示一下好啊。来好，来提示一个。哎，我譬如讲我你是生袂出来，我拢怪阮厝边的做什么？哦，生袂出来，怪阮厝边。嘿啦。哦。这什么？来。你的字是抹，好来，好来，我今仔日我今仔日就节目有抹粉，
抹粉，应该是会用的。是手，抹手，手会打抹手的。抹手，冬天手打打的抹手。哦，抹手，抹手，啊，过来抹拖，抹拖，变扫的时阵爱抹拖，变扫的时阵爱抹拖，过来抹 Q， 迄里是 Q， 哎呦，真的会嗨哦。是，好来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这抹你敢丢？敢若抹粉会通，顺拢袂通。好，咱来看这边会通无？来，演员。你写什么哩？阮是看哦，来走句。牵拖，你莫牵拖啦。你家己做唔对，莫牵拖别人。是，过来。啊，过来手咧。牵手啦，牵手。嘿，牵粉，牵粉，加米牵粉，加米牵粉，你这么，这里日本的讲法啦，牵粉，Q 咧，啊 Q 咧，Q 咧。砍 Q， 哦，哎，不怀疑哦，袂歹哦，是，所以讲你要确定是砍。我靠，我要问老师啊，好来，先确定。老师这里砍，安尼对唔对？看而且是正确的。所以讲伊甲咱做句唔对呢。伊唔知讲遐数是啥物物件。是，来不要紧。分数是可以，恭喜你得第2分哦。谁若砍会当，一定有伊的道理嘛吼。来，咱听老师解说。啊，因先讲牵拖啦吼，牵拖无问题，拄仔讲唔当牵拖别人吼。有人讲袂生牵拖厝边，家己袂生牵拖厝边啊，就是讲你家己的责任，你袂使去怪别人，哦。过来牵手，这个应该是简单啦吼，咱台湾人家某叫做牵手，哦，这款牵手啊，当然查某呐，当咧谈恋爱，当咧行是出去嘛，拢会牵手啊吼，这牵手无问题嘛吼。牵粉这个伊唔知影是啥物啦吼，牵粉就是华语讲勾芡啦，牵机啦，要牵粉咧，迄个汤高高的时候，咱就掺抓粉落，咱讲牵粉。讲这种物件爱牵粉才好食。哦，像讲有一种菜叫做家麻菜，唔知讲你捌食？家麻菜，家麻菜因华语叫做后甜菜吼，啊伊烤菜叶啊厚厚吼，啊色真深啦吼，爱食到有淡薄仔涩涩，啊因为伊有迄个涩涩的味，所以无啥人爱食，所以一般来讲会掺牵粉落吼，食到较袂遐涩，食到较骨。哦，迄个家麻菜有的所在是像阮囡仔时代有的叫做家婆仔菜啦，啊其实正确的名叫做家麻菜啦。家麻菜，啊，伊讲的是油麻油吗？啊，是唔是油麻油？无共款，是无共款，不一样。哦，一种菜，啊，较少人咧食，就是因为会涩。啊，这牵口因拢唔知是啥物啦吼。牵口一般甲咱的牵绳较共款。讲哦。因为伊甲我牵口，所以我才有今仔日的成就。是，啊，有时会倒边讲，拢是你好牵口，伊才会今仔日食免钱饭。哎呦，所以意思讲你开业啊，才今仔日叫来关啦。你做成的。所以这个牵口有2种用啊，正面甲反面的。啊，才用牵来倒拢倒会起来。啊，因拄则写迄个抹吼，敢若抹粉讲会通，顺拢讲袂通。可笑，所以这个牵口可笑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不要紧，无困难。嘿，说来去都真好耍啊。好，咱先来看分数，看阮演员这边。今麦得了2分哦，袂歹哦。嘿，啊那咱水有人演呢。今麦是一个爱心。哦，不要紧，爱心搁拼落去啊。加油！好，所以讲这个奖金5000，你倒位咧？上咱的演员呐。不要紧，咱继续哦。好，今日的第2回合抢答定歌机。抢答定歌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抢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抢答定歌机。大家望看麦。哦，咱今麦分数是这边5000，这边0哦。对。所以讲咱这个回合的奖金偌济？这回合奖金有1万块啦！加油！1万块啦，这边我踏去就是15000啊哦。啊，那这边摕到，咱就是1万啊哦。都加55000嘿，都加5000啊哦。哦，那起码是第1位起来哈。我拄仔看到内面的物件哦，较细腻，较像样。对，因为吼，伊吼有汤啦。
嘿，老血老会老血老滴啊，嘿，恁较细力的，免较温柔的。较轻力的就好。嘿，好来啊，咱来去看头前哦。好，台语望看麦，请望，较温柔的哦，请望。较紧的，较紧的。哦，对。哎呦，懵掉未？懵掉就坚持，坚持，知影是啥物？坚持。什么感觉？饮料什么？丁丁的饮料，养乐多。养乐多，多诶，嘿，台语的，哦，台语的，养乐多，台语嘛是养乐多，水哦。你感觉伊会安怎讲？你讲者。蔡奇啊，应该有听过啊。嘿啊，养乐多阿姨啊，伊会甲你讲台语哦。饮料，酸酸的，嘿啊，酸酸的，白名无。是啊，迄面。中国的滚拢伫内底呢，生理啊生理啦，嘿啦，安怎讲嘛？养乐多你知影？啊，台语安怎讲？台语有白名无？哈？伊是有白名。白名？伊有白名。台语甲华语无共。哦。教练嘛会使。养乐多。用乐多。哦，用乐多。我问老师，老师是毋是用乐多？啊，安尼会使。对啦，因为伊拄则讲养乐多是华语的讲法啦，啊，你也袂晓，你就想讲营养，台语营养就是用嘛吼，啊快乐快乐嘛吼，啊多多指教是多嘛，所以用乐多叫字来念就对啊啦，啊但是讲养乐多是袂使啦，是，好，谢谢老师，有哦，有简单无？有简单无？啊，若是你的国上你的感觉是啥Yogo 是另外一种啦，甲这无啥共款，无共款，Yogo 甲这无共，嘿，啊，不过两个拢是有滚的啦，是，拢坏，嘿，不要紧哦，咱搁有啊，第二个哦，好，来，咱今年换人，好来，第二位啊哦，来咱的威准，嘿，你会惊啥？鸟气哦，挺好。应该是跟鸟鼠无啥关系。天哥，你惊啥？我惊糖，莫是糖就好。不过这个物件吼，恁两个讲的拢无咧。不过我感觉这个物件有当时啊真好，我感觉。但是有当时啊真危险。对。有当时啊这个物件搁一罐咧。哎呦，啊上惊就一罐时造成危险，你哦，代志大条。而且伊吸水吼搁真济。对，这有毛的啦，这有毛的。不过这若无嘛是会讲电的。是啊。对。有人现在受伤。是。准备好啊吼。好，来。哎，我拢替恁夹起来吼，目睭看头前。好来，咱台语望看卖，请望较温柔的。嘿，感觉有啥货？嘿。红灯笼。丁这里有对呢，剩的拢无对。高阿丁，我讲解。高阿丁，好来，老师是毋是高阿丁？古早是用来照光的物件，台语是咩怎讲咧？哦，目睭看头前，好来，咱台语望看卖，请望较温柔的，甲阮讲你望到啥货？你感觉有啥货？嘿。你感觉有啥货？感觉有啥货？好来，听好。红灯笼。哦，你知影什么货对吧？灯笼。好来，老师是毋是红灯笼？伊照字去讲哦，啊音拢唔对啦，啊台语嘛无安尼讲，台语嘛无安尼讲哦，这唔是台语讲法。用落多会使照你讲，这袂使。嘿，来重点来啊，来。阿俊啊，车灯笼，袂歹哦。车灯笼，确定。好来，老师车灯笼。嘛唔对啦，因为换色不好。甲龙无啥关系哦，吼。是来。你甲提者，丁好，我来讲，这伊三个字啦吼，甲恁甲拄仔讲的，拢无啥对啊。丁这里有对呢，剩的拢无对。是。来，丁好啊，你紧嘞。我听过电视人咧介绍这什么，嘿，讲是元宵。元宵。嘿。过年以后，迄元宵的。元宵是食的哦，用果粉的哦。元宵是敢若圆啊呢？灯火，挂灯火迄种。挂灯啊，这叫什么？元宵。
什么什么丁？什么什么提示个足明显啦哦，无多哦。什么什么丁？是。哎呀，什么少什么丁？年人即马较唔知影，嘿，来，元宵丁，元宵丁，确定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元宵丁？还是嘛唔是？哦，来，那这边为准啊，你有想到无？啊，准啊加油！伊就讲过啊，什么丁啊，已经嘿。古阿丁。古还是古？古阿丁。古啊，我讲解。古阿丁。古阿丁，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古阿丁？安尼就正确啦。哎，老师你讲唔对啊，还是讲唔对。安尼正确。老师，我们这台语念落较有啥啥，安尼较有。老师听因讲台语伤趣味啊，看甲足欢喜的，我撒起来。所以讲这个意思是对的哦，老师。古阿丁哥阿丁。加油，分数。恭喜演员得到第2分哦。咱听老师解说。即摆古丁的形足济啦，我囡仔时代哦，拢是抓古的，圆圆啊，长长安尼，看到那像古的形啦，所以咱叫做古仔丁啦。哦，那像人咧拍鼓迄种鼓，啊，伊这是另外一种形的，甲阮囡仔时代咧算的迄较无啥共款。伊拄则讲元宵有影啦，迄元宵节哦，咱元宵嘛叫做丁节啦，哦，啊，所以有人讲吊丁菜啦，吼，啊，就是举古仔丁出去外口，啊，叫做古仔丁，袂使叫做。什么？印度在讲什么？丁龙、昂丁龙啦，昂丁龙啦吼，无人安尼讲啦吼，这啊青丁龙嘛唔对啦，所以爱讲古仔丁就对。古仔丁，古仔丁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安尼咱个有对啊哦。好啊。灯笼就是咱的古仔丁啦。嘿嘿嘿。好，来恭喜你，咱这边加油哦。加油加油。好，来今日换人。好来。两队的队长拢起来啊！队长，吼，算是第3队啊！第3队，吼，咱这边都爱较加油，加油，吼，咱这边嘛是共款，搁加油，才通啊摕到奖金。我拄则吼，甲恁安尼瞄看一下安尼，哎呦，我来讲这个物件哦，唔好啦，这物件哦会伤害，这物件造成伤害，这物件我只通啊甲恁讲，真正爱足认真足，以温柔去对待伊，无伊哦会伤身体。伊会互你痛痛，会伤身体，会互你痛痛，伊袂甲你插，毋过会加，绝对会加，而且佫有看到迄落啊，伊的汁会走出来，够汁，啊，给我加够汁，伊的味才恐怖，你知影有一种糖哦，你甲灼歹，伊的味足臭的，你知道？对，啊，毋过这比迄个糖瓜恐怖，这毋是糖，不要紧，心内拢有一个底啊哦，真好，较温柔去摸就好啊。好，来，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望看卖，请摸，请摸，较温柔的哦。这有汁，这有汁，摸就是，会看，哎呀，我什么啊？哎呀，这什么物件？蒙快啦，知影紧吃了，知影紧吃了，你都会用到啦，今日你吃了，知影紧吃，好，这是什么？安怎？蒙起来感觉？会害哦，我袂记安怎讲。你唔知啥？一种会当食的物件，不过我常常袂记叫啥，想要紧张，会咸。啊，你蒙起来。是金蕉，什么蕉？金蕉会咸，不是金蕉，我常常袂记叫啥，啊，不过我感觉会咸。会咸，对无？什么色的？红色会咸，细细粒吧。你拢会用。不是金蕉，什么蕉？咸蕉，新咸蕉花，因为我想袂起来。咸蕉，好来，老师是不是咸蕉？咸蕉会使。好来，有分。有去得了1分哦。来，老师讲解说一下哦，来，老师。对，伊这有足侪讲法来啦。足侪讲法。对南到北吼，有人讲是像阮地家人叫做番姜啊，我嘛做番姜啊，但是到南部去吼，有个所在叫做番仔姜，啊，台南人讲番仔姜，啊，有个所在人就是讲的咸椒，还是讲咸椒啊，对，咸椒。啊嘛有所在是讲辣椒，所以这几种拢会使讲。分数。吼，总算讲开始啊啦，吼，来继续拼哦，好来，今日换人哦，好来，第4位哦，一位是教唱歌，是，我出过迄个
EP 啊，有出过 EP 的，对对嘛咱这边的是新人，嘛是演员，啊， rap 毋过伊真搞的是 rap， 哦，咱拄仔听过台语，啊，即嘛人伊国语嘛会晓。哎呦，是，你是拢家己练的吗？有兴趣，就是去看别人的作品。师傅，你即嘛有在教唱歌？即马有咧教囡仔唱歌啊，真好哦，对对对，真好。啊，佫要算8字。哦，对对。等下来小房间甲我教一下。是是。小房间好。好，来，咱嘛就看头前，台语文看卖请问。冲入去，冲入去，开始。恁厝的阿嬷阿母应该拢用过，这叫啥物？这啥？长长的洗衫用的，洗衫用的。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下啊！撸沙的撸沙洗衫，撸洗搓衫，啊无搓衫，你的答案是板哦，洗衫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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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板，哦板，哦，确定哦。来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洗衫板对唔对？那是台语是安尼讲。哦，台语袂当安尼讲。哦，来，师傅来，应该有看过阿嬷用过哈。有，洗衫板。洗衫板，不是安尼讲，唔是安尼讲。伊才说是洗衫板，不是洗衫板。两个字尔呢？两个字。嘿，嘿，两个字。洗板。录啥呀？录板吗？录板哦，袂歹呢，袂歹，跳，录板。你要试看卖，咱搁有另外一个机会。你一人2摆啦，你一摆会使成功录板试看卖，是，袂无？好，录板。好来，老师录板对唔对？嘛唔对。哦，两个字的哦。足困难的。足困难呢。我来讲，第2个字是帮啊，伊大部分拢是茶做的，一地敢若帮啊，帮啊。是帮唔对。已经讲真清楚啊，第2个字是帮哦。错帮。哦，想看卖，袂歹哦。错帮，好，错帮，哎呦，好，袂歹哦，袂歹哦，妹哦，确定啊？好，好来，老师是毋是错帮？错帮唔对。下一幕就留啊我，但是留来，请勿。咱哪边边啊？溜了，不是溜。三帮。无甲衫无关系。藤帮嘛袂歹，看着这个帮就爱疼。滑来。快急死了那个。3、2、1，好来。挂帮。哈，挂帮。你看什么？你再讲一遍。挂帮。挂。不是挂帮，伊讲挂。好，挂帮。确定哦。来，老师是毋是挂帮？挂帮嘛唔对。其实音真像，嘿，咱拢会迄落会语误着单拢念唔对，嘿，正确的念法，请老师来讲者。来，老师。啊，应该是叫做拓帮啦。拓嘛。啊，嘛有人叫做拓帮啊。拓拉咧。拓帮啊，是讲拓帮，因为咱咧洗衫迄个动作吼，是，敢咱咧拓门啦。咱嘛有迄个目睭无，讲拓汤喎，因为汤啊，古早的汤啊就是安尼拓的。对啊。啊，咱咧目睭啊，咱讲目睭拓汤嘛，啊，就是共款迄个字啦吼，拓汤啊，咱那个拄啊拓有无？吼，迄个滑动，迄咱叫做拓啦，所以叫做拓汤。拓帮，还是拓帮？哦，这个物件叫做拓帮，还是讲拓帮啊？是。对啊，拓帮。对。拓帮顶管洗衫。不要紧，安尼咱大家拢搁学着啊。拓。好，来。剩最后一位了，李碧罗，加油哦！来哟，来，我来。哦，1万块哦，这真重要哦。是哦。而且哦，阮唔单互你看着，吼，你就知影是啥。啊，念是咱家己爱念哦。是。阮片的味，佮互你送你这个味。哦，送你去知影这答案的味。无唔对，啊，我嘛袂甲你迄件，我哎呦内面足恐怖，误会，我袂。啊，咱唔是自头到尾拢咧甲因迄件嘛？系啊。不过咱来正经，较正经吼。因为啊，真歹势。因为吼，伊若迄落啊，伊就有一个味出来。有影啊，那摕出来味就真重啊。嘿，啊，这个味吼出来了哦，你袂讲哎呦，伊足臭的，有人会啦，啊，毋过咱大部分人拢介意。哎呦，足香的哦，是。
路偏着无哈？回平，有，你应该知影啥货我哈？知我知。是杂巧。但是阿姨通啊做啥？会当煎卵，哦，会当煎卵。煎卵哦，咱这边的哦，咸酥鸡，咸酥鸡，安尼啦，安尼也就懵，安尼就嘿啊，安尼也就懵。袂使，这部还是爱进。好，不要紧，咱嘛是甲懵者，懵者温柔甲对待一下。对。吼，好去片迄味足香的。啊，即马比紧不过念法较重要哦。真高嘿。好，好来，目睭看头前，咱台语望看卖，请无。就紧冲你，是怎样？其他这是什么？阿转。阿转来。高赞塔。高赞塔，确定。确定吗？手摸偏一下啊。爱有自信嘛。高赞塔。做胖的。是。确定的是什么？高赞塔。高赞塔，好来，老师高赞塔对不对？对了。健康。来5分钟。有一定的第2分哦。来听老师解说。好，这咱台语叫做高赞塔啦，因为特别的味。啊，这个物件有的人是不爱食，啊，有的人真爱啦吼。对。啊，伊拄则讲会使煎卵，会当迄落，拄则讲迄个什么啊？盐酥鸡。盐酥鸡啦吼。啊，其实迄落咱若炒蛤蟆嘛会参啦。系啊。所以我会记阮囝细汉的时候，我有一遍去外口看到人煎这，我点起回评讲你什么味？伊甲讲啥？伊讲这蛤蟆的味。平常嘛食蛤蟆是拢有这个味，所以伊讲这是蛤蟆的味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伊的作用真济啦，他做真济物件，香料啦，连饮料嘛会当。是啊，外国做罗勒，嘿，罗勒。下回咱来看一个分数，你有啥紧张伫倒位啊？好，来，袂歹，即马平手啊！好，来看阮演员这边，即阵得到2分哦。嘿，啊来，咱水水也有人演呢，水也嘛有2分哦。所以讲，咱的1万块奖金伫倒位，2边拢得到1万块啦，恭喜！啊，可能拄啊哦，咱的5000啊，佫塌起哩。吼，咱即摆演员这边是15000块，赢5000。啊，来，咱水水这边呢？这边是1万块。哦，不要紧，咱后一个回合奖金佫较悬，佫塌起哩，都有偌济啊！佫较济啊！哦，好来，今日去咱的第3回合，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2对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，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这回合哦，就敢若3个答案 A、B、C 3项。嘿。知的时阵全部地标紧，啊唔知的时阵咱遐风险拢有分开哦。啊，听我讲，请起答的时阵咱当起哦。好，来有信心，咱即马开始啊！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俗语伫咧讲，咱买毛一步塔是啥物意思咧 ？A. 无钱假大办 ；B. 大家人拢有家己的优点 ；C. 好酒沉红底。这是世家买，拄着危险的时阵，嘛是会甲人攻击。你莫讲看人好欺负啦，你真正甲逼到极限的时阵哦，嘛是会甲你踢啦。所以我感觉是 B。哦，咱来看咱买到底是啥咧？咱买嘛有一步塔是啥物意思咧？广告回来报你知哦。恁有10秒时间，嘿，咱妈买毛一波塔啦，嘿，这应该是咱演戏的时阵拢有听过啊。到底是无钱假大办，还是大家拢有家己优点？嘿，还是讲好酒来甲甜红茶啦？好来5、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时间到，咱请起答。加油加油！队长，嘿，你是安那选 B？好啦，有听到一句话啦，是，就像你莫讲看人好欺负啦，你真正甲逼到极限的时阵哦，嘛是会甲你踢啦。是，因为咱剧本内面有时嘛是会讲一寡这种迄落啊，俗语啊，对是。好，主任。其实我唔知影帮妈买是啥，咱买，我唔知影是啥。我问伊讲迄是啥，伊讲是世家买。哦，世家买。
是吗？我嘛不知。我问过，伊讲这是世家马，拄着危险的时阵，嘛是会讲攻击，所以我感觉是 B。哦，咱来看，咱马到底是啥咧？到底咧读啥？好，来拢 B 哦。咱正确的答案是 B。袂歹袂歹。5条命留落哦。这部就到这为止。是，无可能。哎，变一下输赢再。嘿，啊，我甲你讲，这刺激伫后壁啦。是啦。嘿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因拄则吼，虽然呢答案拢对啦，不过因解说是无啥正确啦。是。这个懒是身体无用的意思啦。对啦，懒。所以咱讲这人身体真懒。啊，懒啊马就是身体无用的马。虽然看起来伊懒啊，身体无用，不过伊若真正生气的时，伊嘛会讲踢。哦。所以意思是讲，每一个人就算你看起来某一部分感觉无好，但是伊另外一部分嘛是真好啦。是。所以咱就是讲，每一个人拢有伊的优点伫咧。所以唔通讲，这个人无路用，无定伊伫另外一部分是真好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恭喜哦！好，来，咱继续哦。来，甲我试一下后一题。后一题。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过年食粿的时阵，无同的部位代表无同的意思。你敢知影什么人会当撑鸡骨的 ？A. 一家之主 ，B. 想要有出脱的人 ，C. 老母。哦，来，然后10秒的时间，来开始讨论。会当哦，会当撑鸡骨的人哦。一家之主，也是讲哦，想要有出脱的人，也是讲老母啦。哦，煮饭的人啦。好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时间到。来，车徛等来哦，徛等来哦，车是。来，起哦。好来。哦，来，咱这边 C C B B A 哦，3个答案拢有哦。好，啊，咱这边是 A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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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回平。嘿，你选的是 B。因为过年食鸡，人拢讲过年食鸡起鸡嘛。我感觉 A 较无可能。嘿，啊，我想可能是 B 还是 C 啦，啊，不过我选 B， 因为起鸡。起鸡，好来 A C C C， 来，咱这边无 B， 我来问一个，来 A， 阿全，我感觉应该是，我嘛唔知啊，我用的。哦，你用一家，唔知敢是一家之主。哦。捆鸡骨。哎，骨秤的啊，骨髓，较有营养。是，较有营养。营养。是。哦。来，咱老母的。老母，我嘛是感觉应该是较有营养。啊，一家之主甲老母，我就想讲选择老母。选看卖。因为甲老母嘛较有关系的对啊，意思是安尼。好，来这边就是无 B 啦。对。好，啊这边3个拢有啦。好，来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 B。哎呦，2题咱就再会啊啦，好来 B， 麻烦。这边 A C C， 甲我试一个失败。失败。这边咱就先。拢在试失败咯。嘿，拢全部试失败啊。再见。因为哦，鸡无共款的部位有无共款的意思啦吼。如果你若要心肝要有发达、较发达的吼，你也是食鸡翅啦吼。食鸡翅。啊，你若讲迄个厝内边较高趁钱哦，食鸡脚，才会去甲钱才夹到，甲摕倒转来啦吼。啊，你食鸡骨吼，就是讲身躯一个完整的。结果伫咧吼，咱像讲伊咧做代志足有步数的，哦，啊你就是安尼食迄个物件，你就做代志哦，较有出脱，对将来较会有迄个发达的机会啦，吼，所以咱会讲想要有出脱，想要出头天的人。食鸡骨啦，蒸鸡骨啦。哦，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哎呀，分数那2题咱就出来咧。好，来，咱即马看者，咱的演员这边。是，即马讲2条命。是，啊那咱这边水水啊咧。足客气的，因先登出啊，拜拜。好，啊咱的奖金是偌济？奖金2万块啊，互咱的演员一定赞。嘿，不过咱嘛是要报一分数，咱演员即马的分数是。因即马读起哩，拢总奖金有35000块咯。嘿，咱这边水水嘛袂歹啦，咱捌摕过偌济？1万嘛袂歹。好，来，即马进来去咱的小雨，我来排。
俗语我来排，当总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把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砸回去。嘿，俗语我来排，全家抽奖金咯！奖金偌济35000块。35000块就是有35秒对吧？安尼敢有够？已经无够的啦，还搁送你好无？加上30秒变65秒啦！好啦，好来，咱即马先摆一排，一位来，但是哦，会当参详哦，互相参详哦，不要紧哦，好，看头前哦。好来，咱要开始哦，请开始。什么无好会？小米无好会，小米无好会。这个古笑比无尾，比笑骨头对对，无头咧，无头古安怎35000块满台啦，这队会当提走偌济奖金咧？好来，咱要开始哦，请开始。开始。什么无好会？小米无好会，小米无好会。这个古笑比无尾，比笑骨头对对，无头咧，无头古安怎？会错，唔是啊，粗皮，哦，正个过来。来，什么？黑菇袂零点少。菇无，不是，第三黑袂滴，叶王威。黑菇，加个奇迹哮喘，黑菇，不是你无，过来个黑菇，这个，袂好，来，记，金水在鱼上，什么色鸟音？金刷，哦，这个过来，什么无晒杯？好行，唔是咩好行，啊，这个。第一句俗语无好货，就讲你若贪俗吼，买的物件可能就唔是真好的啦。因为一分钱一分货啦吼，俗的物件就无好，啊好的物件就袂讲真俗啦吼。是。过来久笑比无买，比笑久粗皮。粗皮啦。久笑比的缺点啊，比笑久的缺点啊，其实两边拢有缺点，所以免相笑啦。吼，过来黑久袂论得少，就是讲。咱若黑久的人吼，伊真正要扫的时，无法度通入来。有时就是讲，有的人入来袂调，会去做一寡本来无应该做的代志，还是讲袂当讲的话吼。不过伊听甲足生气，伊讲出来就讲哦，这黑久袂论得少。是。过来，近水知鱼性，近山生鸟音，就讲你住伫水边的人，你对鱼仔较了解；啊，住伫山边的人，你就对鸟仔较了解。哦，这是因为你的环境造成的啦吼。过来上尾一句是好心母屎杯，迄个古早吼，咱人无卫生纸啦，是啊，所以若去洗壳啊，古早嘛无便所叫做洗壳啊，去洗壳刷以后，因用迄个洗杯吼，甲尻川过咧，啊，迄就用竹甲板去做的啦，吼，其实过都无爽快，不过以前落较大，啊，咧因为有洗伫迄个洗杯顶面，啊，好心去沾迄个洗。伊若沾迄个洗无问题，但是伊想要甲迄个洗牙开母，迄是无可能的。所以人去做无可能代志，咱讲伊想咧好心想要母洗杯啊嘞。足够注意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看一下分数，搁偌剩偌济。伊即摆搁剩14秒，所以总计有14000块。好，咱即摆今日去颁奖。嘿，恭喜哦！颁奖，14块啦，恭喜！好，啊那咱这边，好，咱这边唔通延期，咱报名来就好啊。是啊。不过我甲恁讲一个好消息，因为阮吼有出 app，阮专家有地位有出 app，阮 app 是啥货咧？拄拄啊迄啦，俗语我来排啦。嘿，恁拄则无算着对吧？咱即摆来试看卖。来，咱试第4关，试看卖哦。来，请试。开始。 2，注意哦，1，来。大灯做什么？稍等。都要一个。进卡 OK。第2位。过来。贵看。哦，进卡。过来。鸡卵什么毛胖？换你。鸡卵八，不是，2个8。8，进卡来。什么食好味？歪嘴。歪嘴。進卡過來。來，上班條。啊，時間到。30
啦，这就是你厝的，嘿，练无熟，啊，若练熟了吼，不要紧，来先来过关啊！来阮家去报名参加啦。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哎，咱的国文老师罗公行罗老师辛苦喽！谢谢。专家有地位，到顶变得语，嘿，好，你大家拢欢喜。再会，再会，谢谢，谢谢，回这个来，谢谢，回这边哦，对啦，回这个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谢谢。